阎罗殿的1块钱。有一位名人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呢，朋友就告诉他，人生啊，死非常可怕，我们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够活多久，但是往往都是计划着百年大业，这实在是错了。我决定要重新规划我的人生，因为人生无常啊。这一位名人不太理解，就问朋友说，是怎么样的无常啊？我也常常听到这个名词，但是很难去体会。这一位朋友就告诉他说，不久之前我突然间倒地不起，莫名其妙的不能呼吸，被送到某一家医院急救。当时我完全不省人事啊，但是却做了一场梦。梦里头呢，我所在的地方是一片黑暗啊，周围阴森恐怖。后来出现了一道光，光里头站着一个人，很威风，脸色非常不好看。我一抬头，心里就直接觉得这是阎罗王，就赶快跟他说了，我有很多钱地位也很崇高，不但有权力又有势力，希望你给我机会，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的。阎罗王就问我说，你想想看，你在世间的时候有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呢？我心里想，好事？什么样的好事呢？我想不起来呀，所以我就直接回答说，我不知道做过什么好事，但是我有钱啊。阎罗王说，有钱嘛，好吧，那就让你交保啊。那个时候我很高兴，就说不管多少钱我都有的。但是阎罗王却说，不需要太多啦，1块钱就可以了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我赶紧往口袋里面掏，但是一直找，就是找不到1块钱。我很着急的看看周围的人，好像有曾经认识的人，我就赶紧向他们求救，借我1块钱嘛，借我1块钱。可是大家的表情都很木然呢。我又向另外一边的人说了，借我1块钱，借我1块钱，他们也是面无表情。当我无奈抬头的时候，阎罗王很愤怒的就说了，你既然没有做过好事，让你交保却又连1块钱也没有，哎呀，你真该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有很多牛头马面小鬼夜叉都一起逼近我了。当我被吓得醒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正在生死的边缘，有很多医生护士正在旁边为我急救啊。当然这一位名人的朋友最后活过来了，所以很感慨的就说了，人生我们以为地位高、钱多、名气大才是最好的，但是什么时候突然一口气上不来，就这样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这时候即使你再有钱，你有地位、有权势都没有用啊。这一位名人听完这个公案，自己也感触很多，所以对自己的人生也做了改变。他决定一定要把握当下，多做一些善事。所以我看到这个公案我要提醒世界各地的莲友，人生有3件事情不能等，是哪3件事呢？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孝，你要孝顺父母是不能等的。父母有养育之恩，有生育之恩，有教养之恩，对我们的恩德太大了。孝顺是做人最根本的道德，也是我们做人的本分。第二个是行善不能等，我们行善能累积福报，你的福报一增加，贵人就明显，贵人一明显，行事就会一帆风顺，做起事情来顺心顺愿的，一切吉祥如意。只有行善，福报才慢慢的提升，这是第2件事情。第3件事是念佛不能等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无常会现前。
如果不仰仗阿弥陀佛慈悲的救度，我们永远会随业流转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很清楚，赶紧念佛，念佛不能等。以上这样一个公案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当头棒喝。我们不要把心摆在追求外在这些虚幻不实的东西，我们应该回光返照啊，赶紧多多念佛，求永远的解脱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今天将这个公案分享给大家，阿弥陀佛。